边营主发现了18具悲情尸体。你们死伤多少？上了20多个，死了8个。把他们全都给我砍了！来吧，老子要是眨一下眼，就不是好汉。大将军到！你在干什么？杀了他们，替咱们死去的弟兄报仇。就算你把他们全杀光，我们死去的兄弟也不会起死回生。可是敌人的鲜血会使咱们的马刀更加的锋利。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杀战俘，而是查清楚昨晚到底怎么回事。昨天夜里偷袭咱们的，的确是一鱼吃床。那偷袭粮草的人到底是谁？还有，是谁说魏军主力打过来了？这我还没顾得上查。立刻调查清楚。是。末将，你个乌龟王八蛋，你个混蛋！见过他吗？你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任何木兰的消息。你有木兰的消息？木兰还不知道你是柔然人吧？他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。你是多伦，难怪那天木兰那么反常。木兰怎么反常了？你见过木兰？她在哪儿？哼，木兰真是瞎了眼，我也瞎了眼。当初在五凤谷，我们视你为知己，现在呢，你带着柔然的强盗抢我们的土地，杀我们的同胞。柱子，木兰在边境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她来边境是为了找我，所以你必须告诉我。我呸！木兰才不会为了一个柔然人冒这么大的风险。你妄想从我这里知道一切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立刻杀了你。来吧，来吧！你走吧。你要放我走？你是我的朋友，更是木兰的朋友。你为什么要找木兰？我找木兰，是为了要带她走。我没有能力阻止战争的发生，但至少我可以保护我所爱的人，免受战火的影响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她一个女孩子，时刻都有生命危险。每次我一想到这点，我就忧心如焚。木兰，她就在对面魏军大营里。她在军营里？是。被征召入伍的是花爷，但是花爷旧伤复发，无法行军打仗。木兰，她是替父从军。替父从军？这是哪里？你是医官？是啊，你在发烧，这说明你的伤口已经开始溃烂。我必须将你伤口周围的腐肉割掉，很疼，但你得忍着点。没事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来吧，你能这么想，最好。刮腐肉比这疼，还要疼10倍。来，干嘛？咬住。疼死了！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敬之以武士，教之以技，而所其情：1月道，2月天，3月地，4月。
4月降，5月法。法者，屈志，法者，官道，主用也。屈志，凡此无者，官道，主用也。将莫不闻，凡此无者，知之者胜。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。不知者不胜。教之以技，而所其情。曰：主书有道，讲书有能。天地熟德，法令熟行，并重熟强，兵重熟强，士卒熟练，赏罚熟明。吾以此之胜负矣。将轻无忌，用之必胜，用之必胜。医官，想不到你《孙子兵法》比我背的还熟。我连书都没读几本，哪知道什么兵法呀？都是瞎蒙的。我都是。王八蛋，畜生！你们柔然人这些畜生，闭嘴！有本事放我出去，咱们单挑，爷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没数。有种就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住手！你们先出去。是。你个王八蛋，畜生！早知道爷在五凤谷就该杀了你，砸住！说够了没有？杀了我，给爷一个痛快！来呀！朝这儿来，朝这儿来！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回去之后，就说是你杀了沈卫逃出来的。这伤口可以帮你解围。你真的放我走？我说到做到。等我到了门口，再把我抓回来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的消息。我告诉你，最好别把我放回去，否则我会杀更多的柔然人。我放你回去，是希望你回去之后，能够帮我照顾好木兰。还有，请你把这个东西。过了这条河，一路向东，步行2个时辰，就是扬子坡。到了之后，你应该就知道怎么回大营了。你的伤势还好吧？没事儿。帮我照顾好木兰，拜托了。末将，你见到福陵了吗？见到了。他还好吗？他现在很安全，因为他现在是我父汗的王妃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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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你为什么亲手放走一个魏国士兵呢？没有我的命令，绝对不能对魏军发起任何攻击。这是命令。他们恐怕永远也回不来了。庄主，郡主叫你去一趟。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我不想听他唠叨。你去吧。我去。执行命令。是。
卫兵，副将军，我问你，刚才多伦殿下和多苏风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殿下回来了。殿下，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。你看见大纳了吗？看见了。丞相的人，你要提防他呀。我知道，金蚕子力荐他做副将，表面上是来辅佐我，其实是在监视我。不过，我不在乎。城主，挨骂了吧？是。君主说我们擅自行动，按照军法，你我理应处死。他说看在尉迟床战功累累的份上，这笔账先给你记着，如果再犯，他一定不会帮你在西金将军那里遮掩了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呀。他说你要再不听他的约束，就别怪他不认这个老朋友了。黄维德说的对，我能不听他的吗？他说错了，我又凭什么听他的约束？城主，黄维德毕竟是我们的君主，还是给他留几分面子吧。面子？哼，靠面子能打胜仗吗？他要面子，我不要，我只要战斗的胜利。他还唠叨什么？君主还说你得改改自以为是的老毛病。跟你一起从军的，最次都混到了君主，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个床主，他作为你的老朋友，都替你感到惋惜。哼，我才不在乎什么君主床主呢。床主，说到这一点，这手下兄弟也为你不平。这每次浴血奋战的都是你，但每次功劳都被别人抢走了。没有什么不平的。要是真想鸣不平的话，我倒想为这几十号兄弟鸣不平。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可他们得到了什么？不过是块坟茔而已。可昨天死的那些兄弟，连块坟茔都没有。床主，这花狐也被关了1天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这花狐无法无天，没有规矩，先关几天。床主，那花狐毕竟有功啊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死的可不止18个兄弟啊！我知道他有功，如果他没功，我早就按军法把他一刀给斩了。他这样以下犯上，不听约束，要是不好好管教管教，将来他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。床主，其实花狐有很多地方和你很像。什么？像我？哼，他怎么可能像我啊？是，他的本领的确与你差得太远，但我觉得你们有些地方的确很像。床主、床夫，你们快来呀！快来看呐！走。床主，柱子，去放了花狐。是。柱子，床主。花狐。柱子。花狐。我以为你死了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，柱子。我没死，我没死。你没死，你没死，真是太好了。
没事儿，皮外伤，敷点药就好了。柱子，你这一路逃回来，一定经历了不少恶战吧？我不是逃回来的，是有人把我放回来的。谁呀？末将。末将，你见到末将了？是，就是他把我放回来的。他救了我的命，要不然我早成了夺苏峰的刀下鬼了。他现在是柔然的将军。他真的是柔然的将军？花狐，我问你件事，末将告诉我，说你早就知道他是柔然人，也知道他的真名，甚至知道他是柔然的王子。是。那你在五凤谷，为什么不向谢将军告发他呢？末将为保护和亲图，付出了很多。我以为他是朋友，所以没有告发他。不过我也曾经预想过，如果遇到末将，我要问他：你当初答应我，要阻止战争，全力促成两边的和平，难道都是谎言？也许他是身不由己呢。他说他只是王子，不是可汗。就算他只是一个王子，他身不由己，可他也不应该领兵打仗啊！他违背了诺言。也许他们柔然人就这样出尔反尔，要不咱们也不会骂他们如如了。末将，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他，真乃神品呐！啊，傅灵，我虽然贵为柔然可汗，也算拥有天下的珍宝。像这么神奇的绣品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啊！我仿佛能听到王昭君的琵琶，感觉到她的呼吸。天下第一秀女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傅灵，你来这么久，扪心自问，你觉得我对你如何呀？不错。那你为什么每日与我说话不超过3句，连个笑容也没有呢？柔然正在攻打我的家乡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，我怎么笑得出来？哼！现在我是你的夫君，我才是你最亲好的人。我爹死了以后，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，我娘准备把我拉到集市上卖掉。后来在去集市的路上遇到了大汗，大汗给了我娘10头羊和1块地，让我娘带我回去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卖女儿了。2年之后，大汗还派人把我接到这里来。木鱼若不是遇见了大汗，现在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。所以大汗是我们全家的恩人，是我们一辈子的大恩人。来，殿下还在念着那名中原女子。多苏峰，你知道那天我送走的魏国小兵是谁吗？是谁？他是木兰的朋友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放他走吗？因为他告诉我，现在的木兰也是一名魏国士兵，他就在对面的军营里，他就在尉迟床的铁血队里。什么？真的呀？你现在知道这仗我为什么不能打了吧？只要我喊出冲锋2个字，我们的千军万马就会杀到魏国的军营里，而其中一刀很有可能刺中他的胸膛。以前你总说我是下山猛虎，那是因为没什么可以让我害怕。但是现在，我只要一想到
他随时会死在我的手中，我就好害怕。那怎么办？这战事不可能永远这么拖下去，这仗是一定要打的。只要大汗一声令下，我们随时得进攻啊！明天我就回柔然，我要告诉傅寒，这将军我不当了。殿下，让无极来。殿下，哎呀，殿下喝多了，来人，送殿下回去休息。是。走开。花虎，庄主，这么晚了还在练剑？是。不错。这就是柱子从柔然那里给你捡回来的弓弩。是。很轻巧，确实很适合你。不过你要增加换剑速度的练习，这样在战场上才能同时对付多个敌人。是。庄主，对不起。什么？那天我以为柱子阵亡了，一时之间说话失去了分寸。我说的那些话，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什么话？我说你刚愎自用，为了报仇，是个不顾及士兵生命的人。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一个不顾及士兵生命的将官，怎么会每次打仗的时候都冲锋在最前面呢？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脾气挺暴躁的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在你内心深处，你是一个非常体恤士兵的人。是吗？你就不怪我三番五次的撵你走？不会，庄主你是对的。只有在训练中合格的士兵，才能够在战场上活下来。近日来，我一直也在反省自己。我确实有时候很固执。当初如果听了你的话，咱们尉迟庄就不会折损那么多的人手了。另外我还有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夺素峰的大营里有埋伏？我看见的。天那么黑，你怎么能看得到？我能夜视。夜视？启禀城主，所有火把已经熄灭，马匹已经准备好。好，开始吧。是。远处有几匹马？几个人？3匹马，3个人。现在几匹？2匹马，1个人。这次呢？几匹？5匹马，3个人。远处你看到了什么？是铁匠，还有8张盾牌。士兵，拿火把来。走。庄主。谢谢你，花虎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庄主，
应该感谢的人是我，是你救了我。花狐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另外一个花狐的故事？没有。说来话长。15年前，我和花狐还有石头都是一起进军营，成为了一个新兵。其中我和花狐最谈得来。我们呢，还相约结为了兄弟。有一天，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战斗，和柔然人的一场战斗。为什么不杀他？我身上有很多的刀伤，都在胸口，只有一刀是在背后。因为那件事，我没有和那个花狐说过一句话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得知你叫花狐的时候，经常给你发脾气的原因。我之所以跟你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希望你不要重蹈那个胆小鬼花狐的覆辙。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。庄主，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。虽然你也叫花狐，但你跟那个花狐不一样，你比他强。好了，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训练呢。最缺乏的就是力气，走一步。
坚持住，再往前走，你就赢了。坚持住啊！再走一步你就赢了。花红，时间！花红，你真不错，太棒了！下午训练啊，就看你的了。疼啊，胳膊疼死了。站住！是哪个床的？口令！床主。刘苏峰。走吧。我什么时候能回玉石床啊？明天吧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个大活人混进了床都没人发现。罗素峰的胆子也太大，老子跟他没完。外面什么情况？啊，有一个柔然探子闯进来了，抓住了吗？不清楚。哎，这柔然探子也太胆大了吧，居然跑到军营里来探听消息。不过啊，据说36计之外还有48计，这48计中的第47计就叫灯下黑，意思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。这48计，你知道是谁写的吗？据我考证啊，是墨子。哦，是吗？对了，那天送你来的那个小兵是谁啊？我那天半死不活的，记不住了。啊，就是个子矮矮的，眼睛大大的，啊，有点瘦。是花狐吧？花狐。将军，夺苏分庸主回来了。营主，你怎么了？罗素峰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扶他进去。是。医官啊，他的伤势如何？回禀殿下，没有大碍。你先出去一下。是。你去哪儿了？殿下，多苏峰无能，我本来想去玉池床，替你把那花木兰抢回来，没想到暴露了，自己也吃了一箭。什么？你去玉池床抢人？是。你见到他了？他现在怎么样？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们正在训练。我看见那花木兰正在竭力拉动一块大圆轱辘了。他这么瘦弱，怎么可能拉得动？是啊，当时我亲眼看到，他一次次摔倒，又一次次的重新爬起来，接着又摔倒。每次他倒下的时候，我都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可他却一次次真的站了起来。直到最后，
他竟然到达了终点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欢呼，连我也被震撼了。木兰，殿下，之前我一直在想，殿下心仪的女子一定是国色天香。但是见了那花狐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她的动人，并不在于容颜，就在于她身上那股气。殿下，我现在明白，你为什么那么思念她了。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还有理解。殿下，朵素风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我身为一个王子，却不能保护我心爱女人的平安。不会的，殿下，只要有我在。来人，全营集合！你，还有你，出列！我狼营的勇士们，大家都给我看清楚了！今后但凡在战场上见到此等身形的魏国士兵，有箭不射，有刀不砍，违者斩首！是。你马上回可汗王庭，把这封信交给丞相。记住，除了丞相以外，任何人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儿，知道吗？是。去吧。那不就是小三子吗？可是我上次见到他，他装作不认识我。我去，我直接叫他名字，看他敢不敢认。哎，还是我去吧。我去。花狐。你到底是魏陀还是小三子？你要是花狐，我就是魏陀；你如果是木兰，我就是小三子呀。那为什么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装作不认识我呢？携女子进军营者，斩头啊！你说我要认了你，你还能活吗？花狐，歇会儿吧。主子，小三子终于承认他是小三子了。我就说嘛，他要敢不认，我揪他耳朵去。可他现在叫魏陀，人家现在是医师了嘛，是该有个大号。魏医师听起来那可比小三子神气多了。真没想到，当年在五凤谷笨手笨脚的小三子，现在当上了军医，还救了书生。是，没想到这五凤谷的旧人还真多。啊，谁呀？你、我、铁匠、小三子、即将到来的谢将军，还有对面那个。别提他了。花狐，如果你俩真在战场上相遇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拿弓弩射他吗？
我不知道。花虎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提的。没关系，你别难过了。我没有。我在想，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上战场打仗？兄弟们，上！小捕头，你也进了尉迟床？你怎么打动尉迟床主的？尉迟床主没有看上我，尉迟床人手不够，床夫为了凑人数，就把我也给拉上了。可这是好事啊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你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哎呦，谁呀这是？哎呦嘿，这不是小捕头吗？嘿，你说说，连你这样的西洋机子都进了尉迟床了。哎呀，尉迟床，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铁匠，你别这样。去，把袜子给我洗了。我说你发什么呆呀？尉迟床的规矩就是新兵得给老兵洗衣服。我们尉迟床没这规矩。花虎可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少管闲事。去。我也告诉你，这闲事儿我管定了。我马上去洗。让他自己洗。花虎，算了，我在伙房也经常给那些老兵洗衣服。没有什么新兵老兵，大家都是兄弟。上了战场，大家生死相依。平常的时候，大家亲如一家。花虎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忘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就得没命。我一直都记在心里，我很感谢你，但这袜子就应该你自己洗。怎么，你非要跟我作对啊？不是我跟你作对，那你不能仗着自己有本事，你就欺负人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连你一块儿欺负了，怎么着？大力王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放下来！我跟你说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给我放下来！花虎，打他！大力王，你放了他吧。铁匠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兄弟，我永远都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动手。花虎，我吃了你的馒头，今天帮你，明天不会了。大力王，我把馒头让给你，不是想请你帮我打架，你也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兄弟。花虎，你是好人，我们是朋友。花虎，我能跟你做朋友吗？咱们俩早就是朋友了。谁？口令。保家。魏国。花虎。哎，这不是小捕头吗？小捕头今天加入尉迟床，今晚我带他。你可不像尉迟床的兵。柱子，你别瞧不起人。小捕头，当初我跟你一样，别人也瞧不起我，但只要你肯用心，肯吃苦，咱们也不比别人差。行了，那这儿交给你了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哎，行。到目前为止，
今晚一切正常。跟着我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花狐，救我！没事儿，就是野狼。不是柔然人吗？不是，柔然人在对面呢。啊？对面全是敌人啊？也不全是。他们可千万别过来。他们不会轻易过来的。但是，这，丞相，快去备马。是丞相。大汗，魏国的主帅已经定了是谢启辰。哦，哼，那谢启辰对付南方的汉人还有一手，可是和多伦相比，我觉得他还差一点儿。大汗看得非常准。魏国虽定了谢启辰出征，但直到今天，前线驻防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副将。据说他们是处理刘宋与魏国的事务给耽误了，那多伦就更所向无敌了。可是多伦王子到前线已经有些时日了，但是一箭未发，战事毫无进展。丞相，多伦打仗常出奇兵，他现在按兵不动，是故意在麻痹魏军。但是我们的军队到达西拉木伦河边时，对岸的魏军还正在集结，多伦王子应该趁这个时候杀魏军一个措手不及，但他竟放弃了这个大好的机会。哦，这可不是多伦的一贯作风啊！是啊，以多伦王子的才干，他不应该看不清楚这个局势啊。丞相，那你说多伦是什么意图啊？大汗，多伦曾经为了一名中原女子，在五凤谷里逍遥快活，把柔然忘得一干二净。那让多伦本性大变的中原女子已经消失，丞相，对多伦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啊，我听说，多伦王子一到边境，马上让夺苏峰去为他寻找中原女子，结果他抓了10多个女子，敬献给多伦。什么？竟然有这样的事？大汗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大汗，趁现在的局势还没有变坏，要不要把多伦召回来？丞相，叫多伦给我立刻回来。是。一到边境这么长时间，都干了些什么？儿臣一直在为战事做准备。你准备了都快1个月了，难道还没有准备好啊？你究竟什么时候能准备好？哎，多伦，你跟我说句老实话，你为什么这么久一兵不出，一箭不发呢？此战牵涉众多，儿臣想谨慎行事。哼，你说谨慎，我不反对，但明明魏国军中无将，你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抢占先机呢？还有，你到边境之时，魏军还没有集结完毕，可有此事？有。那你为何放弃进攻，转而防守，错失良机？还有，我听说你让夺苏峰一次给你准备了10多个中原女子，可有此事啊？傅寒，是谁告诉你的？哼，你只告诉我有没有这件事。有，但是够了！你这个孽子，你竟然……请傅寒息怒。这个夺苏峰，我本来认为他是个忠勇之士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。来人呐，传我的命令，
将夺苏风给我！傅寒，这事跟夺苏风没有任何关系，是儿臣一时糊涂，指使他做的。你临走的时候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要尽到王子的责任，要为柔然的未来而战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儿臣没忘。那你到了前线，为何如此荒淫？儿臣不是荒淫，只是什么？你还是多伦吗？是。你还是我大谭可汗的儿子吗？是。你不配！儿臣现在只有一个请求，请傅寒再给儿臣一次机会，为柔然的安宁富强流血流汗。你想戴罪立功？是。你起来吧。我限你7天之内，必须将战线推到魏国境内。儿臣遵命。殿下，娘娘，多伦王子来了。福临，你怎么了？娘娘就是这样，一直就是一整天。福临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多伦，你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来看我呀？而是先去看他。我回来第一个见的人是傅寒。那见完大汗呢？就直接去后帐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是不是又喜欢他呀？如果我要喜欢他的话，我当初为什么不娶她？那你当初不娶她，是不是因为我呀？不是。那是为谁呀？是不是为了那个魏国妖女？我的确是喜欢一个魏国女子，但她不是妖女。你还承认了？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呢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前线。哎，我也去。你以为打仗是打猎啊？那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连豹子都敢打，我还会怕那几个中原人。贺红，你要真闲得没事干，你可以找吴提。你诚心气我吧你？你明知道我这么讨厌他。我只知道他很喜欢你。喜欢我的人多了去了，只可惜啊，有的人不懂得珍惜。吴提有什么不好？他长得比我英俊，领地也比我大，立的功劳也比我多。胡说！在我眼里啊，他什么都不如你，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。那是因为他对你一往情深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个人了，说说咱俩的事吧。咱俩？什么事儿？你别装了，我不管你喜欢谁，反正我就是跟定你了。你要去前线，我也去。好，这样吧，我回去收拾东西，午后呢，你到可汗王庭的门口等我。你同意带我去前线啦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丞相，下去吧。是。有消息了，傅寒跟多伦到底谈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很多年以前，我在中原养过蚕，一只蚕要结出上好的茧，要经过4次蜕皮，每一次都非常痛苦。如果你要打败多伦，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点。你说，怎么利用？有机会的，
尉迟恭拜见谢将军。谢将军。咦，见到多伦殿下了吗？没有。呵呵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多伦跟我说的，说你在这等着我的。多伦呢？早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和腻了吧你？对不起，贺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多伦跟我说让我对你厉害点的，别生气啊。这样，贺武。你别笑我，我不会笑你的。我害怕。害怕？你怕什么？听说进了尉迟庄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怎么会呢？看，我们大家，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可是马上就要打仗了。咱们从军就是要上战场打仗的。我马上就要死了。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会活下来。在战场上，你只要杀死敌人，就能活下来。你看我这双手，连鸡都没有杀过，也不知道我上了战场以后到底行不行。小捕头，你以前是干嘛的？我是裁缝，你呢？我跟你差不多，我以前是织工。那我们也算是同行，怪不得我一见到你就特别亲切。小捕头，你看，我这个织工都能进尉迟床的铁血队，你这个裁缝也一定能上战场杀敌。什么都别想了，早点睡吧。只有休息好了，精神才能好，精神好才能有力气上战场打仗啊。花狐，你说我会不会上了战场以后，吓得全身发抖，结果什么都做不了？不会的，你上了战场一定会很勇敢。花狐，你说我有胆量杀人吗？有，只要你相信自己，就一定能行。但这会儿什么都别想了，早点睡吧。我走了。多伦比谢将军大概早到1个月，他到前线以后，始终按兵不动。这可不是多伦的一贯作风，可别中了什么圈套啊！我派探子过去看过了，他在对岸摆的的确是防守阵型啊。那你采取了什么对策？因为不知道多伦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我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军也是以防守为主。这20多天里，你们双方就这样僵持着，谁都没有开打。小的摩擦还是有的。多伦不动，你们也不动，这不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吗？谢将军，多伦的人手多，我们只是处处小心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上面的意思是让我们守住防线，只要多伦不过河，我们就万事大吉了。你们的意思呢？西晋将军的策略虽然保守了点儿，但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多伦是不是有意拖延战事？相比我们，柔然军队更适宜在北方的冬天作战。距离冬天还有2、3个月，再拖也拖不了那么久。依我看，他是被谢将军的威名给吓住了。我估计，多伦长时间没有动静，是在策划一次更大的战役。龟缩不出，只能被动挨打。不论多伦在策划什么，
战事必须依我们的意志推进，而不能依赖他。多伦没有行动，那我们就行动。传我将令，各兵营开始调整，将兵营向前推进10里。谢将军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打过去。啊，这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。慢点啊！来，抓紧！这边来2个人。大家加把劲儿，抓紧点儿！好嘞，把营盘扎实，以防柔软人再次来袭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了这么久，终于又闻到柔软人的气味了。我来，你小心伤口。小捕头，你扶书生到旁边休息一会儿。好，小心点啊！谢谢啊。走，小捕头，麻烦你帮我解一下衣服，看看里面的伤口有没有崩开。哎呀，害怕了吧？只要重新裹上纱布就没事了。哦，你这是怎么伤的？那是你还没有进入尉迟床之前的事了。话说啊，我们尉迟床去偷袭柔然最精锐的夺族风营，当时他们有5个柔然士兵围攻我1个人。只见我使出一招长虹贯日，干掉左边2个。我再使出一招天尾飞仙，干掉右边2个，然后再一脚踹翻前面那个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突然，我的后面出现了第6个，我没有提防了，他一刀砍在我的后背上。但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还没来得及把刀抽出来，只见我们的尉迟床主啊，就一剪把他给结果了。哎呀，哇！那你们是差点没命了。是啊，当时那个刀再插的深一点儿，我就玩完了。那你这伤疤好不了了。哎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。这越勇敢的士兵，这身上的伤疤那就是越深的。书生，又吹牛呢吧？我哪吹了？你看我伤疤不摆在这儿吗？你就这一个伤疤，你得意个啥呀？小捕头，来！小捕头，我告诉你，看一个士兵英勇不英勇啊，不要看他的伤口深不深，你得看他伤口多不多，看他位置在哪儿。看我的，看看我的，3道伤疤，看这道，在脖子上，看这道，在胸前，看看这道，3道伤疤，整个尉迟床，谁比得了我呀？啊，你那算什么呀？看我的！小子，看我的！就是看我的！干嘛呀你们？庄主，怎么？你们在展示伤口啊？你是新来的吗？还没听过我的教训。记住，看一个士兵是否英勇，他的伤口就可以说明一切。柱子，大力王，还有尉迟床的其他人都过来，来，脱了。哇！这么多伤疤呀，真是英勇啊！柱子这一刀是夺苏风砍的，是柱子从柔然的俘虏营逃出时留下的。大力王，哎呀，大力王的伤口比其他人都窄，说明他的身体在面对敌人大刀的时候毫无躲闪，这才是最勇敢的。是。花虎，该你了。今天一个都不能走，我要检查大家的伤口。
花虎，你平时就扭扭捏捏的，从来不当着大家的面脱衣服。今天，你无论如何得脱一次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，脱了吧！不行，脱了吧！不行，花虎他最近受凉了，不能脱衣服。该你了，花虎。完了，怎么了？